Hello YouTube，大家好，我係 Alvin TV 嘅 Alvin 阿放多。咁我想分享下我前日閃避球嘅經歷。首先由上個禮拜五左右開始先啦，因為我知道自己係學校閃避球嘅正選，我就不斷狂練，一日練差唔多3至5個鐘頭。到咗星期一6月23號嘅閃避球比賽，學校閃避球嘅校內6年級比賽，我呢就覺得自己好有信心啦，所以我哋全班10個人正選都輕視咗對手，爭啲輸咗啊！不過好彩頂得入決賽，可惜啊，我哋同隔離班呢平手啊！要進入呢個即時死亡，即係一掂到嗰個閃避球嗰個波呢，你就出局噶啦。咁喺呢場即時死亡係打得好激烈啦，最後呢竟然係輸喺我手上，我代表我個班做正選噶嘛。嗰個我係避唔切啊！直頭我真係冇力避啦！我想講個球速咧係快過我個班最有能力嗰個球員，所以我淨係攞咗亞軍㗎咋。我想講咧，嗰個波係直接掂咗我右腳啊！我嘅右腳啊！我嘅右腳嘅呢個位啊，係非常之恐怖噶。我一知道個波掂咗之後，Oh my god， 玩完啦！然之後我坐喺個牆度喊，咁啊喊完之後咧，啲同學都紛紛安慰我啦，又行咗入廁所冷靜下 cool down 啦自己啦，然後洗一洗塊面啦，之後就去頒獎啦。我特登咧笑出嚟啊！本身我唔開心，我喊完之後，我特登笑，我夾硬笑啊！然後咧，我做咗一樣嘢咧，拗牌。呢唔係金牌先要拗牌嘅咩？好啦，講完前日閃避球嗰啲經歷啦。咁點解呢場比賽對我咁重要呢？因為4年級嘅時候，我有一場躲避碗比賽，又係攞亞軍，又係對隔離班。然後呢，最離奇嘅事情就喺呢度啦，又係打喎，又係要玩即時死亡，邊個中先？又係中到喎，又係中呢一個位啊，又係中右腳呢個位啊，好癲啊！然後我又喺個場度喊啦，然後又有人安慰我啦，哇，簡直係輪迴啊！不過點都好啦，呢啲事實已經成咗為過去啦。咁啊，我攞到牌都幾開心嘅，叫做，因為我喺小學生涯淨係攞過2塊牌。Anyway， 我中學會繼續努力啦，務求爭取到更多勝利嘅機會。同埋我想講，我喺幼稚園朗誦比賽到而家小學6年級咩打波嗰啲呢，0個冠軍，0個季軍，8個亞軍啊！你有冇聽錯？係8個亞軍啊！點都好啦，今次能夠代表我個班呢玩呢個閃避球都非常之開心噶啦。我好難得做到正選嘅，你知我運動又未必好叻啦，雖然跑得好快咁樣，但係跑得好快都唔代表掟波掟得好好啩應該。嗱，如果大家中意條片就記得 like、subscribe、share 啦，冇錯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